由获选台南双料特优的永福国小管弦乐团带来的演奏，为大台南国际音乐大赛交流会揭开序幕。已经走过25年的音乐赛，因为公平客观，每年吸引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国外学生专程来台较劲。今年国内外学生就将近1600位参赛。在7号赛前交流会中，副市长叶哲山就盛赞这场比赛正是学习音乐人荣耀的起点。学习音乐人他荣耀的起点。荣耀的起点，也就是说，他在这一个比赛的平台上，不只是得到好的名次，更重要的是交到很多的好朋友，也学习到很多城市、很多国家不同的所谓的文化。那更重要的是，他在这种比赛的过程当中越挫越勇。他未来在整个音乐的发展过程当中，其实对这个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25年来，将近4万人参赛的音乐规模确实不容易。主办单位除了用音乐交流切磋，让大家勇敢追梦、挑战极限，借此培育传承出的优秀音乐人才，更是不计其数。比赛对我们讲非常重要，所以为什么我每年都会带不同样的小朋友、不同的家长来哈？就是这个真的是我们的起步点。你们也可以看他们的小学、他们的音乐厅哈。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哈，我们马来西亚真的是很要进步这一点哈。我们这个比赛非常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然后他们都很乐意来参加，因为我们这比赛，他们可以把这个市长的这个奖状拿到国外去申请奖学金。透过国际间的互赠奖杯、纪念品等温馨的交流，为期4天的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，在3月8号、9号、15号、16号就分别在文化中心和德光中学举行，为持续发掘音乐人才、提升全民音乐素养来努力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